你真係冇睇錯，依家喺香港食粒燒賣，竟然要成9蚊粒。你話係咪好體貼先？真係體貼到入心入肺，驚你食得太飽，所以特登賣到咁貴，等你可以慳返啲胃口啊！其實呢排大家去茶樓飲茶，開張單睇下，真係心都離一離。唔係話香港人唔想支持本地消費，但係當你發現自己俾緊幾百蚊，食緊啲質素平平，仲要俾人黑面對待嘅嘢食嗰陣，你就會明白點解今時今日每逢星期六、星期日，成千上萬嘅香港人寧願排隊過關都要北上深圳飲茶食嘢。講返呢個9蚊粒燒賣，真係近期一個好大嘅諷刺。我哋細個食燒賣喺街邊幾蚊串，入到酒樓雖然貴啲，但都係合理水平。但係而家呢，一籠燒賣得嗰4粒，閒閒地都賣到30幾、40幾蚊，加埋茶錢，加埋嗰個所謂嘅加一服務費，平均計反真係差唔多成9蚊，甚至10蚊粒。你話呢啲燒賣係咪鑲金家？定係啲豬肉係聽莫扎特音樂大家？好多人會話香港租貴、人工貴，老細都係被逼。呢點我哋明。2024年、2025年呢2年，香港嘅經營環境係辛苦嘅。但問題係，作為消費者，我哋俾咗錢，係咪得到相應嘅價值先？喺香港酒樓飲茶，你一坐低，個伙計仲未幫你開茶，已經先嚟一個黑面。你想加水？等半日啦。你想落單？佢叫你掃2維碼。咁請問個加一服務費係加咗去邊度呢？係加咗喺我自力更生嘅汗水度，定係加咗喺你個冷冰冰嘅伺服器度？相比之下，點解大家咁鍾意北上？我聽過好多朋友講，去到深圳啲商場，一入到茶樓，嗰種空間感已經贏晒。喺香港，你要同人哋背貼背咁坐，隔離台講乜你都聽得清清楚楚，直頭好似一齊搭台咁。但係喺上面坐得舒服之餘，人哋嗰種服務態度真係冇得輸。一見你壺茶冇水，即刻有人過嚟幫你加，啲點心係即叫即蒸，熱騰騰咁上台。最緊要係咩？最緊要係價錢啊！喺香港食一餐嘅錢，喺上面可以食2餐甚至3餐，仲要質素未必差過香港。我之前聽過一個60幾歲嘅老人家講，佢話以前1星期去5日茶樓，而家1星期先去1日。點解？因為佢覺得自己好似變咗隻水魚咁。佢話有一日佢去一間老牌酒樓，叫咗個蝦餃，一睇個價錢，竟然要48蚊一籠。嚟到嗰陣，個皮爛晒，入面啲蝦仲要有陣雪味。佢同個經理反映，個經理竟然話係咁價啦，我哋每日賣幾百籠係咁上下。唔鍾意可以唔食。你聽下，呢啲係咪人講嘅說話？呢種傲慢嘅態度，正正就係將香港人推向北上消費嘅最大推手。講真，香港嘅餐飲業真係要反思下，唔好成日怨港人北上，不如諗下點解自己留唔住客。以前我哋引以為傲嘅東方之珠，而家變咗水魚之都。你話燒賣賣9蚊粒，如果真係好食到識飛，或者服務好到好似5星級酒店咁，大家或者會心甘情願俾錢。但現實係，好多酒樓仲用緊10幾20年前嗰套管理方法，甚至連碗碟都洗唔乾淨，仲要收你咁貴。我哋再睇下數據，2023年年底到2024年年初，出境人數屢創新高。每逢大時大節，羅湖、落馬洲賽道撲街。你以為大家真係咁鍾意坐車咩？大家係想用返啲辛苦賺返嚟嘅錢，換取一個有尊嚴、有質素嘅消費體驗啊！喺香港食餐飯好似趕投胎咁，限你90分鐘甚至60分鐘就要埋單交台，你都未消化完，個伙計已經喺你隔籬抹台，甚至攞張單過嚟叫你簽咗先。呢種壓力叫飲茶咩？呢種叫趕客茶。反觀深圳、廣州，人哋嘅點心文化雖然都係源自嶺南，但人哋喺創新同服務上真係落咗好多功夫。有啲新派茶樓，
個裝修靚到好似藝術館咁，點心造型又精緻。最重要係人哋明白一個道理，客係要留嘅。佢哋會搞會員制，會送贈券，會真心聽你意見。香港呢？你同佢講意見，佢當你係嚟搵渣。有人話香港而家係進入咗一個死循環，租金高企，導致食肆必須加價，價錢太貴，導致食客減少，食客少咗，老細就更加要喺每一粒燒賣身上榨取最大利潤，結果就出現咗9蚊粒燒賣。但係佢哋唔明白，咁樣做只會令更多人失望，最後連最後嗰批忠實客都走埋。我想問下啲酒樓老闆，你哋有冇親自坐低試下自己啲嘢食？有冇感受下你哋員工嘅服務態度？如果你自己都覺得唔值呢個價，你憑咩叫消費者買單？唔好成日話咩振興香港經濟呢啲大道理，消費者嘅心係好簡單嘅，邊度平，邊度好食，邊度坐得舒服，我就去邊度。呢個係最基本嘅市場經濟規律。你睇下依家深水埗、旺角，甚至係中環，夜晚10點後條街靜到好似死城咁。點解？因為大家覺得出去消費唔划算咯，喺屋企食杯麵都好過出去俾人當水魚湯。而嗰啲仲撐住嘅食肆，如果仲係抱住你唔食大把人食嘅心態，我諗佢哋好快就會發現，原來真係冇人食。其實香港餐飲業唔係冇出路，香港人好有情懷，如果有一間酒樓真係做到真材實料，價錢公道，就算佢喺偏僻啲嘅地方，大家都會去支持。但問題係，依家太多老細只想賺快錢，只想點樣喺最少嘅成本入面攞到最大嘅回報，結果佢哋贏咗短期嘅利潤，卻輸咗成個市場嘅信心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。我有個朋友，佢係一個40幾歲嘅中產，以前好鍾意去某間名牌酒樓，但係早排佢去到，發現一壺普洱要收佢30蚊位，仲要係嗰啲茶渣。佢叫咗個腸粉，竟然係凍嘅。佢同代英講，代英竟然話：我哋個蒸爐壞咗少少，你忍耐下。我朋友當場火都嚟埋，佢話：我俾幾百蚊嚟忍耐，我不如返屋企瞓覺。由嗰日開始，佢每逢週末就帶埋一家大細去深圳食海底撈，食陶陶居。佢話計埋車錢都仲平過香港，最緊要係細路仔玩得開心，大人又坐得舒服。呢種心死係最難挽回嘅。當一個城市嘅人對本地嘅服務業失去信心嘅時候，呢個城市嘅生命力就會慢慢流失。我哋唔希望見到香港變成咁，但係現實就係咁殘酷。9蚊粒燒賣唔單止係一個價錢，佢係一個警號，話俾大家聽，香港嘅消費模式已經到咗一個必須改變嘅臨界點。如果你仲喺度諗緊點解港人寧願北上，不如你親自去深圳行返一轉，睇下人哋點樣做生意，睇下人哋點樣對待客人。你會發現人哋進步得好快，而我哋仲喺度食緊老本，仲喺度用嗰種舊香港嘅傲慢去面對新時代嘅競爭。其實我哋唔係唔愛香港，我哋係愛得好攰。我哋想喺自己嘅屋企附近舒舒服服咁飲返杯茶，食個熱辣辣嘅燒賣，而唔係要俾人劏、俾人趕、俾人面色睇。如果有一日香港嘅酒樓可以變返以前嗰種有人情味、質素穩定、價錢合理嘅地方，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返嚟。但係喺呢一日嚟到之前，我諗9蚊粒燒賣依然會係大家茶餘飯後嘅笑話，亦都會係好多香港人心入面嘅一根刺。你話呢啲老細係咪好體貼？係啊，佢哋體貼到令你不得不選擇離開，去揾一個更值得你消費嘅地方。呢種諷刺真係唔知應該喊定應該笑。希望各位餐飲業嘅大老闆真係要醒下啦，唔好再用嗰種呃水魚嘅心態去做生意。今時今日資訊咁發達，邊度好食邊度抵食，大家一冚部電話就知。如果你仲以為可以靠名氣、靠地段去收割消費者，咁你就大錯特錯。最後受損嘅只會係你自己嘅名聲，同埋成個香港嘅競爭力。
我哋唔要求乜嘢驚世駭俗嘅美味，我哋只係想要一份尊重，同一份對得住價錢嘅質素，就係咁簡單。但偏偏喺今時今日嘅香港，呢樣嘢好似變咗奢侈品咁。你話係咪真係好悲哀？大家睇下，依家連一啲連鎖集團都開始頂唔順，紛紛縮減規模，甚至結業。呢啲都係市場俾出嚟嘅信號。如果連9蚊粒燒賣都救唔到你嘅營業額，咁你真係要諗下，係咪個核心出咗問題？唔係人哋唔想飲茶，係你間茶樓已經唔再吸引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其實都係想大家反思下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都有權利去選擇最適合自己嘅生活方式。如果你覺得喺香港飲茶係一種享受，咁你繼續支持。但如果你覺得自己係俾人呃水魚，咁選擇北上或者喺屋企食，都係一種無聲嘅抗議。希望有朝一日，我哋可以喺香港再次揾返嗰種簡單而純粹嘅飲茶樂趣，而唔係要喺開單嗰陣先嚟心痛嗰幾粒9蚊一粒嘅燒賣。講返轉頭，其實北上消費呢股熱潮，絕對唔係偶然，亦都唔係因為大家貪平咁簡單。諗返起2010年代嗰陣，香港嘅消費市道仲係好興旺，自由行暢旺，好多老細都做開嗰啲一轉手就賺錢嘅生意。佢哋習慣咗客似雲來，習慣咗就算服務差啲，嘢食普通啲，都會有人排隊入嚟。但係時代變咗啦，2024年嘅今日，全世界嘅旅遊同消費模式都喺度變。以前香港係購物天堂，而家呢？網購咁發達，喺屋企冚個掣，全球嘅貨品都送到門口。咁大家出街消費，為嘅係乜？係為咗體驗。而體驗呢兩個字，恰恰就係依家香港酒樓最欠缺嘅嘢。大家諗下，你上次去飲茶，覺得好開心、好滿足係幾時嘅事？好多人話，依家飲茶好似打仗咁，一入到去，啲伙計好似想趕你走咁，推架點心車過嚟，如果有嘅話，都係匆匆忙忙。你問多兩句，佢就嫌你煩。呢種體驗真係同享受扯唔上關係。而深圳呢？人哋真係將服務做成咗一門藝術。你入到去，有免費嘅零食，有茶水，有叉電寶，甚至有啲地方仲有美甲或者按摩。雖然你可能會話呢啲係噱頭，但係呢啲噱頭正正反映咗人哋對客人嘅重視。人哋想方設法留住你，而香港嘅酒樓就想方設法趕走你。呢種心態上嘅差異，先至係最攞命嘅地方。我識得一位喺酒樓做咗30幾年嘅老師傅，佢同我講，以前做點心係講求心機，一粒蝦餃，接位要有幾多個，皮要幾薄，蝦要幾爽，都有嚴格要求。但而家呢，好多酒樓為咗慳成本，全部都係用工廠整好嘅急凍點心，反到嚟蒸熱就賣俾你。既然係工廠嘢，咁同我喺超市買返屋企蒸有咩分別？點解我要俾幾倍嘅價錢去你度食急凍嘢？9蚊粒燒賣，如果係師傅親手鮮蝦豬肉剁出嚟，咬落去有層次，有肉汁，咁9蚊都話值回票價。但如果你俾我嘅係粉多過肉，仲要有陣化學味嘅黃色物體，咁9蚊粒就真係好體貼你個荷包，幫你減肥啦。再講下嗰鈩水魚嘅問題，香港有啲食肆真係將客人當係一次性嘅水魚，特別係喺一啲旅遊區或者老字號，佢哋覺得反正大把遊客，做完你呢單生意，仲有下一個。但佢哋唔記得咗，而家係互聯網時代。一個差評可以令到全世界都知。以前大家話酒香不怕巷子深，而家係服務差怕你上小紅書。當香港嘅口碑喺網上面跌到谷底嘅時候，受苦嘅係成個行業。我之前睇到個貼文，有個遊客話喺香港某酒樓叫咗壺普通茶，單上面寫住名茶，收佢40蚊位。佢問點解咁貴，個代應話我哋呢度係咁價啦，全香港都係咁。呢種全香港都係咁嘅心態，正正就係害死香港嘅元兇。乜嘢叫係咁價啦？唔合理嘅嘢，
做咗100次都唔會變成合理。反觀港人北上，除咗價錢之外，仲有一種新奇感。深圳嘅商場每隔幾個月就有新嘢玩，新嘅餐飲品牌層出不窮。佢哋競爭大，所以大家都要鬥好食、鬥服務、鬥裝修。喺呢種良性競爭之下，消費者係最大嘅贏家。而香港呢，好似死水一潭，開嚟開去都係嗰幾間集團式經營嘅酒樓，食嚟食去都係嗰啲味道，連個裝修都好似20年如一日。你話如果你係後生仔，你會選擇去一個充滿活力、有嘢玩、有嘢睇、嘢食又平又好嘅地方，定係去一間老氣橫秋、服務態度差，仲要收你9蚊粒燒賣嘅酒樓？答案顯而易見。有人話北上消費會令到香港嘅財富流失，呢點冇錯。但問題係點解啲錢會流失？係因為香港留唔住呢啲錢。如果香港嘅老細肯花心機做好質素，肯減返啲不合理嘅收費，我相信大把人願意留港消費。畢竟過關都要時間，都要體力㗎嘛。如果喺樓下就有好嘢食，邊個想舟車勞頓？所以話9蚊粒燒賣只係一個病徵，反映出香港餐飲業根深蒂固嘅問題。由租金、人工到心態，全部都要改革。如果仲係守舊，仲係想得一個得一個，咁香港嘅酒樓業真係會慢慢走入歷史。我希望大家明白，消費者嘅選票係用錢嚟投嘅。當大家都選擇將錢花喺深圳嘅時候，就係對香港服務業最嚴厲嘅警告。呢個唔係愛唔愛港嘅問題，而係一個生存定死亡嘅問題。我想對嗰啲仲喺度默默耕耘、堅持質素嘅香港小店講聲加油！你哋係香港最後嘅希望。如果你哋可以保持嗰份對食物嘅初心，唔好學人哋賣9蚊粒燒賣，我相信街坊一定會睇得到，一定會支持。至於嗰啲一心想湯水魚嘅大集團、大酒樓，我只能夠講祝你好運。當香港人寧願坐1個鐘車去上面飲茶，都唔願意行10分鐘去你度嘅時候，你就應該知道你已經輸咗。最後，我想同各位街坊講，飲茶本來係一件樂事，係一家大細聚埋一齊，開開心心嘅時間。唔好因為呢啲9蚊粒燒賣而影響心情。邊度食得開心，就去邊度食。呢個係我哋作為消費者最基本嘅自由。大家加油，希望香港嘅餐飲業可以浴火重生，唔好再俾9蚊粒燒賣成為我哋嘅標籤。我哋值得更好嘅，香港都值得更好嘅。就由我哋每一個人嘅消費選擇開始，去改變呢個局面。